書記今日大約下晝2點抵達卡城永門聖母堂。陳奕君喺記者會上多次提到，中國自行任命主教係唔友善嘅做法，教廷決定唔再讓步。即教廷咧呢幾年咧對大陸嘅政策咧都係好溫和、好開放，甚至可以話好妥協嘅。咁即係本來教宗嗰信裏邊都講咗好清楚我哋嘅目標啦。咁但係因為即係中國政府方面咧，愛國衛方面咧就係好堅持佢哋嘅立場啦，所以冇乜進展啊！所以教宗嘅善意咧都可以話冇被接受啦。咁所以而家過咗呢幾年之後咧，睇到咧真係唔可以再妥協啦，唔可以再讓步啦。咁所以喺呢個教廷嘅可以話比較新嘅立場咧，清晰嘅立場咧，當然係對方咧就好唔滿意啦，因為佢哋一路都好着數啦，得到好多讓步啦。咁而家佢好似教廷唔想讓步啦喎，咁所以呢一陣咧，佢哋好瘋狂咁咧做啲非法祝聖主教嗰啲嘢，係好傷害我哋教會嘅。你話主教係教宗任命嘅，唔可以政府任命嘅，呢件事我哋唔可以讓步。佢一定要佢自選自聖主教，咁我哋話你如果呢件事你唔可以讓步，咁你自己成立個教會咯，唔關我哋事咯。但係你任你啲主教，有啲天主教主教唔得噶嘛？你去睇下全世界邊度有咁樣嘅事咧？冇啊嘛，你喺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都係教廷教宗任命主教嘅，人哋冇話你干涉我內政喎，點解你而家中國要話干涉內政啫？係嘛？咁你諗下嗰啲嚟中國做生意嘅嗰啲跨國界嘅嗰啲公司，唔通佢哋嘅經理係你北京人嚟嘅咩？梗唔係咯，跟佢哋自己公司派嚟嘅嘛，係咪？咁所以要你自宣自聖主教係非常之唔合理嘅，我哋唔可以讓步。陳日君話：教廷唔再容忍中國政府漠視天主教教規，所以希望透過明確嘅立場表達對中方嘅不滿。又話雖然教廷唔能夠實際幫到正處於水深火熱嘅中國天主教教徒，但係會精神上支持佢哋。咁最近咧更加嚴重啦，佢哋拉咗啲神父去咧，甚至咧用翻即係以前50年代嗰啲做法啦即係可以話係好不人道嘅。譬如有啲神父咧，佢哋5日5夜都唔俾佢瞓覺啦，3班人輪流即係審問佢啦。咁譬如又打佢啦，打到佢腦都震動啦咁所以呢啲咁野蠻嘅嘢咧，咁教廷可以做咩啫？教廷最多乜即係抗議咯，係咪咁所以係好痛心，佢哋對我哋好和平嘅信徒咧，用呢啲咁樣強橫嘅手段。而家教廷咧就唔可以再讓步啦。咁最近嘅2次咧特別離譜啲嘅。都已經好清楚講咗，佢哋唔會升主教嘅，都有關嘅人都講過好幾次咁而家佢哋單方面進行，咁所以教廷今次咧講清楚啦，話照教會嘅法律係有絕法嘅。咁而家啱啱今日咧北京話咧要教廷咧收翻呢個絕法，咁即係唔係話你話收翻就收翻，因為我哋覺得教廷而家一個清晰嘅立場係啱嘅。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教會好多人都好灰心、好迷茫，就覺得唔知我哋而家教會係似乜嘢咧，好似啲原則都唔見晒，咁所以即係政府咁樣唔講道理係好可惜㗎。另外，陳日君表示，卡城係佢今個加拿大行程嘅第2站，而整個訪加行程嘅重點就係同大家分享現時天主教同中國教會嘅關係。佢認為大家對於中國大陸天主教教會嘅實際認識有限，希望透過行程鼓勵大家為中國地上地下教會嘅信徒祈禱。今日有大約50至60名嘅華裔天主教教徒出席聚會。陳日君書記指出，由於中國自行任命主教，令到中國同梵蒂岡之間嘅關係近年惡化到1951年時，雙方個外交關係斷絕來往以嚟嘅最低點。但係同時指出，中國並冇因為咁而停止繼續任命主教。另外陳日君亦都指出中梵嘅關係最大障礙就係呢個嘅主教任命權。陳日君結束咗今日卡加利嘅行程之後就會到訪愛民頓，繼續佢嘅訪加之旅。Omni News 記者吳曼婷喺卡加利報導。